阮知影，伫即几日的风雨中，侪人受到影响。毋过主啊，因为阮倚靠你，因为你是阮的牧者，阮就无欠缺。阮伫遮失去的，相信你就伫遐为阮补足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阮将今仔日早起的祈祷会，甲敬拜学路，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带领，甲阮同在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阿门。常常有人问，耶稣甲你的关系是啥物？有人讲，伊是我的避难所；有人讲，伊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盾牌。其中上侪人讲的是，耶稣是我上好的朋友。咱同心来唱这首诗歌，《至好的朋友》耶稣。上帝，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，心内真歹势，因为阮拢有得罪你。有时阮会贪心，会自私，爱批评，甚至连家己讲毋对话的时阵嘛毋知影。主啊，求你赐阮力量，互阮日日读经、祈祷，将你的教示藏伫阮的心肝内，时时警醒，袂阁再犯同款的错误。也求你怜悯。
赦免阮的过失，互阮伫你内面得到改变。有一天，咱会当行公义、心存怜悯，甲上帝三角行。感谢主，你听阮，无放弃阮，阮将阮的心搁一届交伫你的手内，由你来引带阮，改变阮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谁能了解你可写的心情？关心着你，可是却拢无你。谁人会知你深深的意义？伊是耶稣，你最好的朋友。无论伫倒落任何环境，伊拢愿意甲你。拢无你，伊真疼你，为你牺牲家己，伊是耶稣，你最好的朋友。伊是耶稣，你最好的朋友。特别当咱要为教会来祈祷。为着你所知影身体欠安、心灵软弱的兄弟来祈祷，为着开始伫咧进行的教育中心1楼、2楼甲地下室的工程来祈祷。第三就是后礼拜就是富强49周年庆，40，所以咱就要进入50喜年，求主予咱的团队留意的时间，真做正教会的帮赞，每一位富强人。拢诚做主耶稣美好的见证，咱下头来祈祷。这颂感谢恁学到你，阮要为着阮教会做身体无爽快，也是拄开刀心灵软弱的肢体来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你的保护常常压榨伫因的身体，不管因心神有偌软弱，主耶稣当你的喜乐进入因的心内底时阵，阮相信伊的身体会用得到你的医治。阮嘛要为着阮对面教育中心的这个翻修来献上阮的祈祷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阮侪的小组长拢开放因的厝户、因的组员来伫遐聚会。求主你来纪念因为着你诶所有的献上，嘛，或者的翻修的过程拢会一切顺利，而且伫这翻修过了后，主要说你来帮助咱后届伫遐，阁有客服班的囡仔，阁有侪囡仔拢会伫遮，阁有青少年，你常常阁到阮的遮所有活动三角地带，嘛为着阮教会50喜年。主啊，你保守阮大家团队，在50几喜年这过程的陪伴当中，阮拢是会用来为主来做见证。阮将阮教会最事工、最会友拢摆放伫你的面头前，毋望你常常甲阮三角地带保护拢压榨伫阮的中间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无论伫倒落。最
放弃，家具歹了了，客厅食饭的正常正规制的做事人损失足严重，连饲的猪有的嘛拢淹死啊！求主怜悯，互咱政府的官员有对上帝来的智慧，做出好的决策，互百姓会当度过这个困难。咱开嘴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求你怜悯阮即块土地，特别伫最近5月，因为风台甲大水，造成中南部侪所在大的损失。求你帮助因，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恢复。阮也要为着这个国家台湾来祈祷，伫这个大变动的世代，经济快速的变化，有真侪人的家庭受到影响，经济拄到困难。求你带领阮会当度过这种经济的挑战，也恳求你，互阮的政府官员、甲立法委员。会当同心，为着国家来努力打拼，互国家会当安然徛在，百姓会当安居乐业。也求你，互福音会当遍传台湾。阮来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起立，咱三到主席来敬拜主。唱第2摆的时阵，请你找5个人，甲伊讲，感谢主，咱讲三到主席来阿罗主。咱
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溃来的源头，是我患难时随时的帮衬。你堪知所有的懊恼，主啊，我要讲，我感谢你，我爱你。耶稣，真心有个，堪知所有嘅大乐，天顶地下，万人宣扬，你是弥赛亚。耶稣，真是有个，
诗第2首。